OK，应该是可以的。然后还在啊，他们这一盘也开了。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喂喂，一二三，三二一。但好像现在还没什么人。OK，好像很多人都进来了。然后可以是吧？好的。然后仁哥来说句话。大家好。仁哥永远的低调。然后大家能听到吗？能听到仁哥的声音吗？嗯，应该可以吧？我觉得大家。嗯，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没说话。有留言。OK，好吧，那我们先来看棋吧。然后这是我好，们这个算是第几天？第7天是吧？对，第七嗯哼，天的比赛。嗯哼，第7天的比赛。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盘吧，先是卡尔森。哎，他们说没有人格的声音，你等会儿啊，你说句话，人格。喂，有啊，能听见吗？我觉得我这边看是有啊，他们说听不到。哎，这是为什么嗯，呢？喂，不不，我能听到你啊，我能听到你啊。完了现在，啊啊！我知道为什么人嗯格听不到了。嗯，等一下，我想想怎么弄啊。OK，这好像是个问题。嗯，你别急啊，人格。好的。现在能听到人格吗？人格再说一下话，我看看他们能不能听到，我不知喂道。喂，啊，他们现在好像 OK 了。好。哎，他们为什么还有人在说不能呢？还是不行啊？我就懵了呀。啊，他们说有点小。不不，来来来，大家捋一下啊，然后声音有点吵。能听到人哥的说话声音打一，我看有没有。来，听到打一，不管好不好，现在是我在说话，不是人哥在说话。嗯，好像大家都听不到哎。不，还听不到。这应该是我自己设置的问题，等我一下啊。现在能听到吗？你们？人哥说句话来，一二三。喂，嗯，OK，我觉得这个声音他们要听肯定就能听到了，啊，但是我好怕他们还是听不到。你们现在能听到人哥的声音吗？还是听不到？啊，天哪！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是我改了一个地方，然后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嗯，他们有人说你能听得到，你再说一句。喂喂，1233211234567，人哥那边一直喂，听不到的是吧？还听不到。人哥你不然点连麦，但是你可能得进虎牙是吧？那样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可以啊。啊。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虎牙怎么连麦。连麦。嗯，如果按前天那样子不行吗？前那样子我怕卡，今天这样的方法他们是肯定不会卡的，就是会保证很流畅，但是可能就听不到你声音了。这样啊。因为我今天是用那什么播的，是用那个虎牙的这个直播助手播的，之前是用其他的东西播的。虎牙，然后怎么连啊？好像连不了麦。在虎牙上我能看见我的画面。我知道你能看见，但是你没有声音吗？就只有我自己的声音了，对吧？用 Zoom 怎么样？用 Zoom，现在我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为什么会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想想啊，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声音，到底能不能听得到啊？我觉得应该听不到吧。哎，等一下，喂。哦，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了。你是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是我听不到你的呀。现在你还听不到我的？哦哦，那些因为网友还。对网友他们听不到。嗯，我是 Zoom 上。你让我想想啊，我该怎么弄？用 Zoom 也一样，应该不是那个的问题，感觉上可哦，能就是虎牙设置的就是这种问题吧，应该就是。就比如那要不说我自己在就说话，除非我把你的声音公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应该能听得到了。但是我看看我能不能公放出来啊？哦。但是声音也会很小。嗯，不然的话还用老办法去直播，但老办法好吧。直播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卡，稍微有点卡。那没办法了。嗯，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他们说用微信同时打电话，这应该做不到吧？来试一个微信。嗯，你们能听到吗？微信的声音能听到吗？现在请问？喂。我能听到。
啊呀，卡死了。但是这有重音啊，有回音，这得把这个。对，好像很重的回音是吧？是吧？等一下，是把 QQ 这个麦克风静音掉。他们说有他们说有杂音。有杂音。现在呢，我把这个电脑的声音关掉，不对，对啊，电脑声音关掉。现在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声音小有回音。啊，我这边可以了。OK，但是好像他们觉得不行啊。他们觉得不行的话，那算了吧。那我直接开那边的那个直播来，好吧？OK，好的，我先把这个关了。嗯然后把微信也关了啊。好，这样行不行？哦，这样的话，就按上次的办法弄。好吧，按上次办法弄吧。我也是想着去配合一下他们那一边，然后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但是好像做不到。对啊。嗯。我感觉他们今天得卡爆，我感觉这个样子。嗯。应该可以了，他们应该可以看到我，然后我们应该这下应该是 OK 的。我看一下他们啊，你们现在觉得有问题吗？他们现在觉得卡，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好像。现在可以了是吧？OK，我看我这边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的，应该不。然后刚才具体的原因我就不提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直播，好吧？然后就不扯那些没有用的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棋。延迟了20分钟。对，延迟大概20分钟。嗯抱歉，抱歉。嗯嗯，我看到这盘棋下的棋非常的快啊，又是就是卡尔森对拉格拉夫这一盘，然后在第五嗯，步的时候选择了这步象 C4。非常有新意。嗯，这步棋有研究吗？像不会啊，哦，不会。刚才看了一下，只是觉得马1/4可能下 F7了吧？马1/4象 F7，OK。马5后 H5，然嗯哼，后G6后D5把马抽回来，嗯哼。所以他1/6。所以说这算什么？这算是被逼着走成了不是纳达尔夫吗对，不是？OK，特别这应该熟悉这是个型主要思想是吧？啊。嗯哼。然后但是1/6短，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吃马1/4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呀。我也不知道，我想了一会儿想不通啊。这个时候如果走马1/4，能怎么办呢？后 F3抓一抓，但这总不能是卡尔森看错了吧？这刚开始几步，对不对？不可能，对，肯定是有点内容，有但是备我们份。并没有 get 到，是不是？对，眼拙看不到。眼拙。OK，然后紧接着走了这个，然后接着走了这个象E7。对，像一期象D3这步棋也是非常的奇怪。这个时候正常来讲应该是走马 马 C3的，对吧？D3是吗？但是他象 D3对回来的目的应该是准备冲 C4，强行要下成对，这个结构，对吧？为白求下左金的象啊，你以放在为是吧？本来，斜线对，嗯哼。但是，最后他象D3走马洛兹兵行。嗯哼。但是我有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不在马 F6的时候直接走向D3呢？假如他想到可能担心一五吧。担心 E5还是担心 G6啊？G6 C4呢？哦，G6 走 C4 了，几个？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应该是担心 E5是吧？博大嗯，精深的国际象棋。是。嗯然后短一位象E7，象 D3，马 C6，马 C6 BC C4，这样我还是看得懂的。嗯，就记住大短因为马 家C3。然后E5，一五对。象 这时候 E4。不走一五，什么 D5 C5可能都很多选择，黑方。对，这三个兵感觉都可以冲是吧？对啊。嗯，然后 G B8这种出一出应该也可以，但是没什么用是吧？G B8出完之后，人家估计 B3补一步。嗯。那么实战当中选择了E5，然后紧接着，象E3。象E6，后E2，马 马 D7，D 车 D1，后 C。后 C7。黑棋迟迟没补 A5 就黑棋嗯哼，先走 A5也是一种选择嘛。嗯哼，就是。应该是一种选择。嗯。但是我们先看实战吧，实战当中走的是后 C7，后 C 然后卡尔 B 森 C。果断 B4，A5之后，然后 A3，这时候 B5可能 B5不好，因为黑方 CB 吃，白方只能马吃了，兵嗯哼形就被打乱了。CB 的话这边后 C3吃着，对吧？所以说只对有马 D5，但是马 B5吃完的话，这个 C5格以后会被马给占住，对吧？所以对说在这里就选择了这个 A3， A3。吃掉，然后接着去 B1，车 A1吃过来，然后到了这种棋，你觉得这棋怎么样？是不是白方好下一点？感觉上。好的，但很有限吧，这个棋子力对的也差不多了。车 B8，然后去 B1，马 F6，H3补助，D5棋，吃初看这个，没事。你说初看的时候，我以为黑方会走 H6象 G5对象的计划。你说不走马 F6是吧？对，因为马退回去了再回来，好像是。但按照你 H6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走 F3啊？就你对我就跑，很本能的一个反应嘛。然后马 F6，然后 H3 D5，这个感觉就是把局面打开是吧？这样下得来更轻松一点。然后选择了吃象 B5。吃 B5白方考虑了2分钟，2分B5。看样子黑方E4考虑了1分半钟。你说 B5之后 E4是吧？后 H5考虑了3分钟。3分钟后 H5。这个时候，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走后 C2对后，
嗯然后哼，顺便把象缩回来。嗯哼。后 C2的话，黑方应该不会对吧？这嗯对了，象吃回来，然后 B6一封就封住了，对吧？嗯，他们可能还是觉得，后一他们还是觉得很卡，我很好奇。啊，哪里卡了？我不知道，不，你不卡，他们说我说嗯话卡，我现在说话卡吗？请问？有人在吗？莫非他们都卡的话打2，不卡的话打1？我看到底卡不卡？啊，刷新一下就不卡了。有人说 OK，那好吧，我们继续，不管他们了啊。好的，嗯然后紧接着选择了后 H5，这步棋感觉上还是挺硬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不走后 C2呢？后 H5毕竟让他造出个通路兵来了，就说 ED 吃了后D5，然后车D8这一下是吧？去第八。嗯哼。对对，那么如果走后 C2的话，能走什么呢？肯定不会换后。那么比如说后E5，后一我看象 F1，像 F1之后像D6，然后再 G3。第三，对，H5感觉也没用是吧？抬不起来。没用，H5 再把 H4。H4顶住，不过这个棋你怎么赢我呢？当然可能也还是好很多了，感觉上。B6下，B6下去是吧？嗯然后石山能走到后 H5，然后 ED 后D5之后车 D8一抓，其实一，ED 抓黑方想了4分钟，这个局面还有什么其他备选方案呢？那我们看看这 GD8以后产生的这个局面吧。他走了后1-4，就这个局面实在是双方选择太多了，每一步棋的时候。因为不是很强制，所以选择多，对吧？对，后1-4，假如第2的话，GD1，这第2应该就不太合适吧？第2肯定不会冲，我觉得。然后现在的话，吃着1-7象，不然就象 F8先缩一个，或者象 F6上一个。对，我也不知道往哪走，象 F8吧，看起来更安下全。八啊，对，B6，B6后 C2，后 C2有可能吧？GC1嗯，后 B3，后 B3，OK，不知道，好复杂。比如说，对现在 B7，你第2我就象吃，B7 对，了你啊，嗯，吃完之后 GC8摊下去，应该你就不行了吧？对啊，好尴尬。他对着走了象 F8了，接下去应该 B6也是，石山东走的象 F8是吧？B6 后 B6 走啥呢？C2，关键是。B6 后 C2 走了，B6后 C2，然后 GC1抓一下。莫非后1-2？不是，我怎么感觉这棋要凉呢？这黑的。后 B2不对，是来，B2 第七呢？ B2第2呗。象吃的话，紧接着后第2吃嗯了，GC8，这样是不是后D6之类的有东西？后第1将王 H2，后 D6，后D6也无所谓吧？但是后 D6走完，看不清，看不见。后 G3，D6 G3一补，
，GC 走了。嗯哼，不走后第六，我觉得 GC 要不后1-2吧。后1-2啊。对，后面后1-2的话，让他后从这个好位置赶走先。后 C4再拉住，后 B2再过来，是这意思吗？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后 C7有抓呀？第二，第二，第二局第一。第一，我操，这真是没时间就完了呀！GD 怎么办？GD3下吧！B7，局 ，GB3 B3，逃局第二。后 B 呀。这没事啊，你刚好有局 B8回去是吧？不然你就死里面了。GB7吃回去。不知道，好复杂的一个局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盘，看另外一盘。菲罗总之兹亚，白方占优。肯嗯哼，定是白方占优。菲罗兹亚对嗯，卡罗纳又来了，斯拉对。夫。哎，今天你看推特了吗？我今天看到他们有一个人说，卡罗纳自己写的，好像是还是采访，我不知道啊。然后卡罗纳就说，现在他延续着是他那个候选人赛准备的布局。有可能。太懒得看了是吧？再去。斯拉夫又来了，然后接着，哇塞，这后 C2 DC 周 E4啊！白棋准备了一个什么骑兵吧？不会，我就知道这时候 DC 吃的是后 C4吃上去。对对，这么走是很少见，我也不太会。E4、B5、B3、AB、AB 吃掉，E6向第3，这样的其实就是下一个概念是吧？我感觉不是下具体的这东西。这样对，有回音啊。然后现在好了吗？我不知道，感觉他现在这个速度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好，应该还可以撑得住，希望能撑一会儿。哎，这玩意儿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跟我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我告诉你，就像你昨天一样。然后 H3这步棋想了5分13秒是吗？对。你觉得他在想啥呢？这步棋，未来子弟的摆放是吧？对啊，白方D5一时半会根本冲不起来。D5下不去，然后这个时候白方可能会在想向 B2还是向往这边一条线是吧？E3或者 F4去出，所以说他选择了 H3，最终呢把象放在了E3这样一个位置。但其实很难讲这个准备，你说它好还是不好是吧？我觉得，对，总之 A6之后，其实黑方的计划很明显，他就决定延迟这个短移位，先马D7车 C8出车，有机会冲 C5。很聪明的一个下法是吧？黑短移方的计划位过早就有可能被你爆破是吧？对E5之后后调到王一来，非常危险。所以说 H3之后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步，马 D7，然后紧接着向E3一上，车 C8，然后白方实在是忍不住了，看就E5下去了。马 D5。D5，哎，这怎么马 D5吃了？正常逻辑不应该马E4吗？这棋，但是他马 B4。马E4是不是 C5了？对，这个时候，对，有可能，所以说选择了马 D5。这马 D5就感觉他露馅了呀，这开局下他后第二，后第二之后还是不让短移位，对，然后走了马 B8，准备马 C6，然后什么马 B4，象 B4，然后 B4起来，哇塞，车 C4就下来了。不一定好，对，看起来这棋黑子下的很好。很人性是吧？至少说，对，黑方这几步走的都非常快，都十秒钟左右的一步棋，节奏。白方车 B1，车 B1之后，这个局面难道不是马 C6的思路吗？他为什么又改变了，走了马 D7呢？我不知道，给我的话肯定是马 C6。像 C4、DC、D5吧，可能是担心这样。就比如说 ED 吃了，你后 D5，这吃不下去啊！你就说顶在这里下是吧？ED 吃了，对，马 D4，马 E5，马 F5。有可能，可能还是挺复杂，所以说走了马 D7，保证这只象是畅通的，是吧？不给 D5下压的可能性，然后马要蹲到 B6来，然后紧接着马 E1、马 B6，后E2，
GB4吃了。但确实，我觉得马 D7这步棋可能走太快了，应该总得想办法，最好是把马把它摆到 C6来，更有力度了。嗯哼。然后紧接着 GB4吃了之后，然后 GB4这步棋应该是个漏算，我觉得。没看到象 B5是吗？对对，想的应该是后 G4这边是吧？感觉上嗯，被人一口吃了，接着马 D7，然后马 D3，对，走，断移位，后 B5吃进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异色格象，白方稍好一点，但是黑方把象调到王一之后也接近军师了。嗯哼，嗯，现在是肯定是黑方想赢了。黑方在拍白方时间嘛，小对对，伙子不能一会儿又断个线，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呀。这个棋你不觉得这棋很像吗？凭什么黑方有机会去勾白方，白方没机会勾黑方呢？就是因为白方的兵在E5是吗？如果兵现在在E3的话，是不是就 OK 了？嗯，这E5的3线是通着的。嗯哼，这后 F1要穿了呀，这后 C2没有 E 呀，小伙子有点慌张，我感觉是吧？后 C2，上G6后 C5回来了。这后 F1进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赢，但是这感觉上要赢啊，这象 E4还带着一步呢，象 E4出来肯定赢了，我感觉。后 F1是吧？嗯，不是你们别老闹啊，下面的人这很明显是不卡的，因为我这儿看不可能卡。再断该砸电脑，那你砸你的，别砸我的啊，这不是我的事儿，好不好？你们现在卡吗？肯定不卡，我觉得，因为我这边看得到我自己的网速啊。哇塞，后 F1进来了，不行了，白方象 F6象。刚才有人说，刚才陈奇好像在说，不走后 C2，直接可以走象 F6往里冲啊。这是什么东西？象 F6？啊，这步棋挺凶的哎。对，象 F6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但最后现在这个时候象 F6象E4了，黑方象E4。刚才象 F6，对，就是说刚象 才嘛。G5的时候象 F6是吧？冲象 F6这怎么办？这黑的认了。这咋办啊？我一个。他们说我应该在旁边放个手机，就知道卡不卡。我现在确实放着，因为我看着是不卡的呀。然后你们下面再跟我说卡，我就疯了呀。我看我电脑不卡，手机也不卡，然后你们说卡。啊，但这局面好像是有GH1人格。象 F6之后GH1，啊，王安石一吃了后 F1，然后象 F3送进来再，两个人对着送。然后那边走个 GH8，然后一会儿王 G6再上来，很和谐。这谁说的？不是啊，我就看到了呀，应该是的呀。他们神奇说的嘛，GH1吃了后 F1，象 F3求和啊。哦，然后走了后 C2一步，被人象 G6，后 C5，后 F1，象 F6，象 E4，刚好输了，同样的局面，这小朋友很喜欢。同样的局面慢一步是吧？让他学。看看卡尔森这盘吧。认输了。认了。小伙太子估计又生气了。哎，你对过小伙子了吗？赢了，对了。那完了。GC 他走了后 B3呀。后 B3，后 F3，这为什么不 B7呢？我们刚才说第二，但肯定不是第二，第二上第二应该就完了呀。G 第二吃了，这还有变化 GC8 一下。感觉没变化吧，对吧？那 B7走完，这能走什么呢？我一步棋都看不见啊。不是，我下步就准备走 GC8。我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走什么呀？哦，GB8。GC8呗。第二。第二。上第二。你就 GB7，这你能扛得住？后 B7，后 B7。后 B7啊。
刚刚好也是，我天。不是这局面，你第二我上 C5能走吗？啊，你又没杀棋，我第一变后了，上完，哦，局吃不，你没哎，杀棋。那我后E7能走吗？嗯，第一变后，往外插，这你将不到我了，你死了，哦，很有帅啊！点厉害。这没下出来，这要下出来又得吹牛了，卡尔森。哎，有道理啊。B 棋先第二吧，先第二吧，像第二。不对，降第二这样去 局 B 比八，一了，去 B 局一了，比八啊，还有不对。局比一，OK，那就是他菜。他怀分他想多久？8秒。你看嘛，那就是他菜嘛。然后第二，再想想，真的吗？后一不是他就想了棋赢了。8秒啊，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呢？后 B3想了2分20秒，他肯定上了后 B3。哦，那也合理。后一棋哦，有道理啊。他应该就是你这么说的，做个 G C8，GB8，然后 GC8一下，这看起来太合理了。第二一冲，然后被后一嗯期一下，后一期可能看不见吧？你只能说着玩儿才能说嘛，对吧？你开始也得先看向 C5，嗯，灵感这玩意儿还是挺重要的，是吧？给大逼哥说不定就来了。后三周棋就软了。嗯，第二 GD1，H6，H6很冷静啊，感觉上是吧？嗯但其实讲道理的话，这白方的车被限制住了，你就不可能会有变后的机会了，对不对？嗯然后走了 B7 去 B8，然后意思了一下，然后就和了。我觉得菲卢甲的话，我觉得他得调整一下心态了。对，他开局上来就是一个。下一局上来就是一个要强杀人家的样子，但其实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都不差，对吧？然后你要上来这种强杀，你又控制不好的话，又没有一个对，好的心态，其实就很难了。他中间一度已经肯定是军事了，甚至烧好了，但是你就是说后面这一块是吧？就是象 B5吃完之后，对，肯定不差了。应该是不差了。嗯，嗯哼，但这个棋实在是没有想到黑方有反杀的可能性，这个其实也让我们至少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种能力，在短时间之内能判断出来黑方现在的 E6兵是好于白方这个 E5兵的话，那么这个棋他就不会输，对吧？嗯，最后输就是因为三线开了嘛，这个兵不在 E3 那封不不一定，住三线。就白方能把这个象调到比如 C5这个格子，那黑方就非常危险了。你说什么时候？就后来那个后任象车的，任何时候是吗？象到 C5，象到 C5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么在黑方把象导出来之前，白方先调过来，哦，那 G 下去了。嗯哼，白方这个象脉，但调不过去嘛。嗯不过这个棋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少看到这种棋，两个人对下到最后很对称。嗯，对攻了一下。嗯，白方是不是应该考虑，比如 GA3什么的，然后象 H6砍啊？什么时候啊？比如说 GA1 后 B6之后，后E7后 C6之后，象 后一期象 C6 之 C6 后，是吧？嗯，GA3抬起来，准备象 H6砍。那可能 G18。嗯，G8可以把后抓走，后放这儿太悬了，不然你直接砍，对，直接抬，对，直接砍了 抬着。GH 吃了，然后 GA3，但这样是不是有后D8了？跑回去嗯，对，不是直接砍，就直接抬吧。GA1 后 B6 直接 GA3。，GA1 后 B6之后直接 GA3，象 C6一打呗，有啥区别？哦，你不还是得后那我期？至少不会输啊，后 D6 后 E7呗，至少。
我觉得这时候不差吧，这能差的啊？我觉得讲对，道理，白方是不是？站着线肯定是白方好啊。这 GC7这样下去没用，可能嗯，是吧？挺好玩的，我觉得这盘棋挺好玩的。但可怜的菲罗兹亚，噩梦般的每一天，我看到了他，我很庆幸我没去。他们很淡，你知道吗？他们是在下面跟我说嗯，让我去参赛，我说可拉倒吧，去了之后都不知道输成什么样了。菲罗兹亚呀，这是，对我那天输了也是一晚上都睡不好啊，这不是难不找虐受啊。不找虐，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不能去。不是菲罗兹亚，我看到他们前两天那个很恐怖啊，那个比赛也是，是吧？嗯，就是那个 banner，嗯哪个？就例子那个对3+0。对，嗯，我觉得菲罗兹亚已经很强了，他的反应各方面，对，3+0的下了。嗯，他在此之前跟卡尔森下了100多盘的1+0马拉松比赛。是吗？啊，菲罗就兹亚，那个他也赢了卡尔森，然后3+0的决赛也赢了卡尔森。哦，然后卡尔森选择了在15分钟复仇，嗯，好吧。但其实他跟纳库那一天呢，我觉得还是挺惨的。后来我没看了，嗯，但真的是他们说吉里太弱了，1分都没有，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吉利。吉里我觉得是公认的，这里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的吧。他这开局很好，除了开局之外的战斗力应该是稍微差一点，嗯哼，但是也说不准。我之前跟吉利战绩就很差。我知道。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成绩啊。他们现在能不能看到成绩？我想知道。OK，这是现在的成绩。现在成绩，菲罗兹亚和吉里都是垫底儿，然后卡拉曼纳5分。后面的人我觉得你们都很近。哎，人哥，你这个6分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分数，大家大部分都是5分。6分我赢一场3分嘛，不用加赛的话3分，需要加赛赢一场2分，哦，就等于说你们然后加赛输一场1分。明白了。嗯哼，哎，果然我去切斯邦姆看了一下，B7赢了，B7 G8 GC8 赢了。那就是后一期呗，对吧？对啊，嗯哼无后裔。哎，对，，OK，确实啊，像 C416短一位3秒钟的血鱼说马伊斯0.8，我像什么？不知道是这个3秒钟的血鱼说哪盘马伊儿哪盘儿哪盘儿？斯可以吃，我没跟上你就卡尔森的吧？啊。然后呢？什么时候？B7就啊？开局啊，一哦，六，马伊我不知道怎么，斯吃了，你说就是嗯，马伊斯，然后0.8负的，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卡尔森有没有炸，主要是没有跟上他们这个节奏啊，对吧？嗯，呀，他们刚才把我给晃了一下，他们发错一个链接，我点进去啥都没有。OK，卡尔森拉格拉夫来了，哇塞，卡尔森今天也很硬啊，准备出手格林，被拉格拉夫 H4。我知道，这个 H4人格来讲讲吧。哦，H4这步棋先是应该起源于格里斯丘克吧？对，应该是。至少在高水平的比赛中，嗯哼，是他在一个男子大奖赛的有一战，非对拉格拉常重要的一夫是吧？盘棋。对，应该当时是至关重要的一盘棋，他吃出了这步 H4。但是不是最后输了他？对，他开局肯定是占优了，但是后来嗯哼，把握不住这个局面，然后输了。嗯哼，黑方向 G7，白方马 C3。嗯，啊，对，昨天他们谈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也来问问你。然后他们说好像现在国际象棋更多就开始挺边兵了，尤其 H4的频率特别的高。对，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他们在问我。确实是一个进步吧，算是，因为他是算是吸收了那些新的引擎的想法，嗯哼，很多时候 H4都是然后吸收的新的引擎是吧？你认为？
对对，那跟我说的一样，我跟他们说，因为有了阿法狗或者利达 zero。嗯对，那这个局面卡尔森好像不太会了。当然了，你觉得他是不太会了，还是他在想该走啥？我不知道。H4他想了1分钟啊，他这个棋不会就没拆过吧？不知道，自己白的不下，黑的也不下呗，说不定。哦，这个棋你是行家，E5之后白方D5下压是吗？他走了E5，嗯E5对E5得D5了，，D5下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走什么？是走 G4吗？ H5吧，哦，OK。通常 H5 H6象 G5，我觉得这个，只那你说 要能把你象按到H8的话，H5 H6啊，就是说白方的兵冲到了 H6，然后向卡到 G5去是吧？嗯，嗯哼，明白。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一盘，他们也开始了。但是为什么感觉菲罗兹亚总感觉是哭过了呢？他这个脸，啊，你能看见他的样子？你看不到吗？你在虎牙上可以看到。哦，我没有，我就在官网上。他嗯今天这盘棋他学习卡鲁阿纳，嗯哼，这两卡盘棋都好像是颜色互换了一下。卡拉瓦拉跟谁啊？这是卡鲁阿纳后手他不是走这个我知道。后手颜色，他也选择这相 F5的相意思这个变化吗？菲罗兹亚就是那个帮着全世界看看卡拉瓦拉的货。嗯，G3我昨天走 G3，一帮 DC 吃，嗯哼一帮马 B D7，我觉得不太好吧。，CD 开了，对，开了个 CD，这马在 D7肯定就不如在 亏了 C6呀。这个位置是吧？会被兵给对啊，封住。现在嗯，这局面下啥呢？这哥，我没太懂。只能后 B6吧。不是，我是说这个局面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白棋就是踹了这只象之后慢慢下吗？这些估计就是一步一步下的，没有什么明显成因。够缓慢是这意思吧？对，白方好多想法，长音位也有，G 嗯哼 C1 这种也有嗯哼，CD 开了也有。嗯哼。这除了后 B6还能走什么呢？不知道后 B6的话会被后 B6吃了吧？马 B6之后，然后比如说 B 马 3 B 五定一定，进，马 B5进，马 B5，好吧？专用 GC7强。你不觉得 GC7卡？好吧，可能是对的。嗯哼，但石家庄好像走了后D8哎。D8回了啊，然后这怎么下呢？马 G6打了象E3呗，嗯哼，象 D3。黑的敢短一位吗？中期不太敢吧？这短一位是不是 H4一会儿爆冲你？有可能。GC1走完后D8，然后卡拉瓦纳在想，马 G6吃了，还没吃，没吃吗？吃了，吃完了，吃完了。对啊，看看那盘，好，还是那盘看着更精彩一点。第一给吃了，啊，第一吃了，H5一冲，这反过来了啊！我感觉这个棋很像白的是卡尔森，黑的是拉格拉夫。对，拉格拉夫开始搓残了，这个我觉得还挺逗的。嗯，这么下，我们昨天还聊到了，你觉得拉格拉夫残棋怎么样？残棋他特别喜欢用双向，都是啊，残棋现在还挺厉害的。以前觉得残棋是他弱点，但是他比如说，他虽然说他的风格是喜欢战斗嘛，喜欢复杂局面，但是他
就柏林防御，他也喜欢下那个残局，啊，对对对，然后他的残局对这种子力的相之间的这种战术感觉特别好。嗯哼，人哥说了，人哥说拉格拉夫对子力之间的战术感觉非常敏锐，是吧？对对，嗯哼，我们看看卡尔森怎么塔他。这局面如果你是黑的，你走啥呀？我怎么感觉这他走了 兵，C6了，我怎么走了 感觉这兵，C6走了。我怎么感觉这兵一会儿又要到 H6去了呢？对啊，白棋肯定会接下去会走，以后会走 H6。嗯，白他先方走 象 H7，G5，嗯哼，对，就为了直接 H6，他怕黑方下8象E7掉的就活了，象活了，他想把黑方的象控到 H8去。但是说实话，这个经济比亚如上到 E7，我觉得这不就看不挺爽的吗？就比如马 F3踹一脚，你马 D7是吧？只有，嗯然后接着比如说长一位走开，车 E8过来是嗯，吧？可能也不好加妈，强是吧？嗯，实战当中象 G5走完，走了马 A6啊，马 A6这就是不怕 H6呗嗯， ，H6准备向 H8撤。黑棋马 A6之后，应该就是准备走马 C5，然后马 E6，然后马 D4这么跳过来是吧？感觉嗯，两个人下的不是一个国际象棋。这一步马 A6走完，好像想的不还太一样啊。可以，哎，对，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下。嗯，你说这一会儿 H6一压，向 H8能不能走 F4之类的？子力之间的战术感觉非常敏锐，特别的合是 理。像 G8，对，我就那么一说，我不知道 G8之后走什么了。嗯，嗯哼，他走了马 F3，嗯哼，马 F3 马 有点怂啊，C5，人马 C5上来很硬啊，感觉黑的下的，嗯，就感觉黑的没吃亏，感觉说实话，就比起正常的那些第一开过的局面，觉得亏了吗？不，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分谁下了是吧？我本来第一眼看过去，我觉得 H6挺好，但是卡尔森下的这么硬朗，我就突然觉得 H6下去不太好了。也得下，又不可能 HG，那你兵白冲了。就是冲了2步棋之后，帮着人家换了个兵是吧？有点打脸。嗯，H6下 H8，B4马 E6，嗯哼，对，长一位移不过去，实在是差点意思。嗯，狙第一那就嗯，狙第一，车吃象吃回来。象吃回来，我以为王吃回来呢。哦，这不知道，看那盘看那盘。哎呦，很有勇气啊！卡罗瓦纳给人吃了，这么不管兵，后 B7给人把兵吃了。嗯，哎，就是这兵还能吃的，短一位之后向 B5一打，马 B6，这跑后呗，后 A6回来，还防止了马 C4。是我以为黑方会走 GB8，但 GB8好像后 A7，GB2以后马 D1一推。你也说短一位之前是吧？就是后 B7吃完 GB8一抓，后 A7 GB2吃下来，马 D1一推，为什么这步棋在你看来很关键呢？哦，好像没什么用。我以为象 A5，但没用。啊，他好像可以向 B4是吧？嗯，嗯哼，但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说实话。但是慢慢下说不定也可以，反正多个兵嘛。哦，那 GB2可能马 B5吧，马 B5，马 B5，马 B5换位呢？象 C3，向 B4，吃，后 A3。对，后 A3，哦，抓死后 我了！E7，这不香吧？这我感觉很危险啊！什么向1出一出，往 F2上一上，对对，比较顺利嗯，的可以被通过吊住。难关。嗯，嗯，实战当中走了短一位，向 B5之后马 B6，然后紧接着走了什么？是走了后 A6吧？我看。对，这不
黑方马1-8这个时候，马1-8向1-2跑啊，爱踹完后3再跑，很怂包，吃了就跑，好像你也不能奈我何，感觉上。嗯，马D8向1-8吃了也可以吗嗯哼， ？B3顶住，跑过来之后，他只要马 C4 马 D2吃成异色格象。嗯哼，但是我怎么感觉小伙子又危险了呢？嗯，一张很苦的脸。我看看这个官网上这个它的画面，不是国象棋也太难下了，我天，太惨了，走的不 G5。嗯，G5，我第一反应就是短一位，赶紧跑。这 G4不像有棋的样啊，对吧？嗯，我觉得小伙子今天又要凉了。觉得他现在好像有点节奏感起来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啊，对，卡罗拉像样也很奸诈啊，是吧？很合理，强行封住你 G4不给你动。然后以后 B3一补，后往 D3一缩，E4以后一起停表。不是我真看不见呀、这黑棋实在是这黑棋不是不是得走马 成坑，C4了？像1-2之后，为了不打脸，不可能吧？这太夸张了。但不然被人 B3一封，这玩意儿太打脸了。这我也会赢。B3之后后 D3缩回来，王 F2，我愿意E4就E4，不愿意我 H4就爆你。嗯，这黑的主要是，哎呀，围棋怎么？对，不知道该走哪儿。我操！我估计小伙子跟我一样也很愁，瞅啥呢？哦，但是马 C4实在是不香，马 C4搞笑了之后 C4吃了再走步 G4，马 F 几吃是嗯，吧？我感觉短一位也行。我感觉卡拉巴拉难得的悠闲啊，这是。很淡定，伸了伸懒腰。对啊，不是卡拉巴拉平时感觉都是一个很机械狗的样子，但今天感觉动作很多啊，嗯，很无聊。小伙子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走棋，看看卡还是面上，看另一盘，还是看另一看盘。另一盘吧。嗯，有 我吃了，HG 吃了，HG 吃了之后车 H4，哇塞，这我就又看不懂了，这是干啥保兵吗？不行，脱离江湖太久，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这代 H4有什么用呢？除了保兵，不是给你的话，你会走这步绝 H4，我想都不会想。没用啊。这个手兵也不用保啊。对呀、但实在哦，他可能准备走车第一，会不会？他实在是没棋走了。嗯，马第4，哇塞，马第4吃了，ED 长一位，为什么我又觉得他下的挺好的呢？ C5向 G5再回去。嗯，然后一会儿 GH1，感觉呼呼有生气。是，不是，但是像1-3的时候为什么要马第4呢？那白棋马 E5了。嗯，哎，玩的好了，哎，这 GH4，马一的我也真是学到了，GK 伊利他还 GH4，在想，这个时候卡尔森表情非常淡定，想一想，拉格拉夫陷入爆头。走拉长一位，嗯，除了 C5之外还可以跑马，马1-8，
马一八 E5，对，E5，E5 C5，这相机五呢，在马 D5，嗯那不直接 C5，直接 C5 相机五 G18，嗯哼，G18，马 B5，马 D5吧，别马 B5，马 D5吧，看起来更虎一些。嗯马 D5吃是吧？你马一四应该不敢吃嗯我，马 D5吃 CD 吃啊。我觉得这摆的挺好的啊，嗯看起来。，F6，好像哦，你 G5要冲我是吧？对，我就给你了呢。G5之后，比如说 GH2，这还是 还 GH，惦记 F 型对我也，H 型不知道。算了，GH1吧，G14吃了，我向 C4挂像 上去。C4，对，很复杂感觉。对，唱音乐之后，卡尔森还在想是吧？嗯，感觉拉格达夫也挺轻松的，还吃东西呢，吃吃喝喝。GH4，刚才有人说象棋3之后应该是走马 F4，是不是？马 F4好棋啊，感觉上也挺好的。象 F4吃的，应该是像 F1吧？对啊，象 F1是往回缩啊，这马 G 四马 G4 象 再 G 上，四再过来呢。我靠，对对，你可以马 F4，象 F4，EF 吃完，这我都没看懂，这 GF4要干啥？你要象 G4关死我吗？马 G4关死我？马 G4吧？马 G5？嗯，好，马 E5回一个，嗯哼，复杂吧？GH4跑回嗯来也很难讲，我觉得。嗯，这其实我觉得马 D4的话，感觉上没什么错啊，从道理上来讲。主要是哇塞，但是被白方很舒服，长一位一下，确实白方。没有，走了个我马 G4，好棋啊！连哇，通双太车，合理。莫扎特是不一样啊，哇，马 G4，马 G4狂拽相机酷炫五呢？屌炸天，上 G5 F6呗。你再上一3回来，哇塞，哇，玩的高了啊！但无所谓，我 C5呗。啊，C5不行，C5第5格出来了。他就相机吃了白方，没有什么野心了。实战，嗯，这不是没有野心的，我怎么觉得他差了呢？不差吗？这期现在白方多一个，但是车的位置特别的丑，然后可能会有一坨的丑兵，比如 F1吃了现在，嗯，那估计和了。向 C3打吗？还是向E5加上来啊？向 C3打了，BC 吃，和棋。嗯，这有机会好吗？黑的，白的应该没机会好。哎，吃 G18、G15上来，嗯，实战好棋啊，G15。走了，我这里有点卡，我刷一走了 下。G18了，哦，王 C2上了。看见黑的好一点儿。虽然说少个兵，G15、GF4，很快啊，两个人嗯，都怎么感觉看啊？GF4好，GF4准备王D3，GA5的时候 GF2，所以说黑方要先 GA5抓一步，把王抓到 B3，再说其他的事儿，嗯，比如说王 G7之类的。这白的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这动不了了呀。但黑的也没有什么加强是吧？嗯，比如说 GA5一抓，王 B3，王 F8吧，出王 8，G F6也进不去，G 这个时候黑 GH4，方选择很多，不一定能绝五，就嗯，
现在全不是逼招，就是看看怎么上网。走到 G5了，然后走到王 B 有了，三了，嗯，然后不知道走的啥接下来，应该是往 F8出了。对，王八，是拉格拉夫怎么办？GH4，哎，GH4估计也输不了这棋，是吧？嗯，这盘接下来有点意思啊，这盘嗯，GH4过来了，节奏很，王 G7上吗？还是王 E7上？我估计王 G7卡尔森的脾气不会让他局下去骚扰的。但是走完王 G7，假如人 GF4再回，你怎么办呢？你咋赢啊？GG5 G4再王过来，啊，走的什么？走 GG5了？没有没有没有，哦，GG5 GF2呢？GG4是吧？你肯定不能 GF2吧？你得 G4顶吧？王 G7 GF4的时候，GG5，嗯，sorry，GG5 嗯，G4 G15吧，再刚过来。我觉得皮要掉，感觉上。GH4黑方走了吗？没有，黑还是王还在想。还在想呢？嗯，看那盘吧，好久没看那一盘。啊，好，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哇，E5这啊白少半个，这下什么呢？！E5不，这也是我觉得很厉害啊！E5嗯就是第17步的时候，但你看最后那个局面，不过跟咱俩说的可以说，差不太多，这个棋就这么过来的，很清楚啊。卡罗瓦纳就是压着这个 B6马在下对啊，已经又要输了。，G4又送一个，小伙子上头了吧？啥意思啊？G4吃呢？不知道，我觉得他也在乱想。不是吃完之后我最笨的 H3补一步吃完了后 G 啊？五不是，他应，G4，该怕 A5，他应该怕 A5，所以说他实嗯，在是没得走了，走了一步 G4，然后想把 G5格腾出来，然后给后第二侵入进来，但是G4还挺好的啊，我觉得 G4，我现在站他这一边，但是我估计他还是要输的，FG 后 对 G5 这个，上，比如说车 E 占个通线，后 G4吃了 A5再撞你，啊，走的像1-2，哎，卡罗瓦纳这么财迷吗？他走了 HG，FG 后 G5，然后像1-2，像一二，黑的走了马 D7，后 D3吗？还是 G 第1？怎么走都赢了这个。实在是没啥骚扰。和第三的 H4什么的，看透。卡罗瓦纳还有8分钟，嗯，哎，你们这比赛干退赛的怎么办？啊，哎，他们真的这么下了，人哥？嗯，他们好像走的就是 GF2，哎，没有走 G4。哦，他准备去第二啊。那这个时候往 F8回吧，往一起回来。对，再回一个，对，但是这盘棋如果卡尔森能赢了，这也太厉害了。车对，兵残棋马少个车，祭司，车兵残棋少个兵，往 F8走了，哇，这个王控局真的是厉害。往 C2。但是能不能赢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估计不好赢，对吧？嗯，
黑方现在准备慢慢的王E6啊，F6啊，王E5啊，G4啊什么的上来。嗯哼，挺难下的，我觉得。嗯，白方没有有反击的想法了。嗯，这王很逗，玩过那个叫什么推箱子，之类的，或者是坦克、疯狂坦克之类的。来来回回。这两个人是为了搞笑来下的吗？这么逗，这个棋白的这个兵型实在是太逗了。一会儿再给车摆到第二来，哎，对称，推着这个往上走，火箭发射，真走了，太逗了，真的这么走的。从 GD2走了。嗯，他们是为了美观吧，不是为了下棋吧？白方完全对上。这盘棋我估计要搓的很久很久，一时半会儿应该完不了。去 A5，他那么快，为什么把车就调到 A 线去了呢？我估计卡尔森准备甩一甩，什么 GC5、G1、G5，加点时间，不着急啊，反正 GF2。你知道吗？很逗，我看平时看他，哎，你看爵士5过来，他就是想晃一晃，加时间来了。嗯嗯，然后拉格拉夫也很快，GB2就过来了。来来，先看那盘，先看那盘，这盘棋估计得晃一阵呢。那盘棋估计都快结束了吧？并没有，我去，但应该也差不太多了。走的什么？还是后 D3抓，象E3，车D3、D4，车C7，嗯，后 D5一将，象F3，后 D6，车C6一抓，后E7，这像第5力呢马E5吧。，GD6不，王 H8啊，停表。原来瞄着这一手哎，象 D5走了，马E5也走了。啊，然后后E4，我高啊，后E4，后E4好棋，准备后 G6吃，王 G7。对，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费罗兹亚这棋下的挺好的，我觉得已经可以认了的局面，他给我下的这么复杂，这给我是个白的，我觉得脑瓜疼。哎没有啊，这个棋，，GF6，好棋，我也这么看的。这个吃了之后，G5有一推，象 G5之后后 D4吃过来，这 GF6应该分胜负了这步棋。对，黑的招白凤凰太安全了，还有富裕的 H1格可以推。这局面能走象 G5吗？现在象 G5走啥呀GF2退一退呗？D3。，H4对，哇塞，怎么还有 H4这一下？我操，那是完了，完了呀。有 H4就完了。有关个窗。卡尔森并没有给拉格拉夫，不，拉格拉夫并没有给卡尔森太多的加时间的机会，然后果断选择了 G4，把车上到了 H2。哎，这局面我觉得目测拉格拉夫输不了啊，他就晃着呗，这两步棋 GF2、GB2、GH2三步。GF2走了，就这对啊，三个格，赢不到。就看 G4、G5这样一个交换，肯定对白方有利啊。
白方 G2这落后兵摆脱了，嗯弱点摆脱了。，A6，爵 H2过来，爵 A4，准备冲 B5，是这个意思吗？这时候我觉得爵 F5都不会差了。啊，爵 F5，爵 A2之后准备 E5是吗？对啊，嗯嗯哼，我这爵 F5 走完之后就是同去，爱咋地咋地。爵 F5之后走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盘棋。当个一。嗯，啊，这样得爵 H2 B5 C5 爵 A4，哎，C5什么意思啊？这棋为什么不走 CB 呢？CB AB 吃过来是吧？觉得意义不大。嗯，C5 爵 A4 爵 H7 又下去了。哦，我觉得两个人干起来了，爵 C4 下挺好的，爵 白的下。A7，这看人家差了嗯吧？这浪什么呢？嗯，但也不至于输。A4 破一下，对。但是我不理解上一步为什么不走车 C4控一下呢？A4。哦，爬 A4，OK，嗯哼，合理。那这局突然间白方好了，刚才还黑方好一点呢。嗯，A4 走完肯定不会差了，A4 BA 果然齐了。嗯，C4啊，C4。嗯，封车，车E5，王王 D4，D4。嗯 A3。，A3，嗯哼，A3很快啊，车 A3，C5 嗯，王 D3。退车，车E8，这谁好？我怎么觉得黑六要好了呢？车 A6，王E5，下一步车 D8怎么打？GC6吧。哦，车 C6，车 C6，车 D8，王E2，1、2。哎，王E2之后走什么？我操，高啊！这步车 H8好切啊，往 F3上不去了，嗯下的好人家，高棋。，H8好感觉，嗯否则得往 F3了。嗯，爵士八如果不走，感觉有点难受的这个棋。对，什么 GD6什么的，肯定不行，GC5在 GC8了。走的 G C5，王 E4，G F5，估计是不是？嗯，然后 G H2一将，G F2怼回来，嗯哼是，G H3，这肯定喝了。这应该合了，挺好的，我觉得目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俩人。就中间黑方可能好一点点，走的嗯哼稍微松了一点。嗯哼，仁哥今天休息啊，仁哥在给我们直播呢，没下棋。仁哥现在如果你要看成绩的话，算几分？我们来看一看啊。仁哥现在是6分，排名第3。嗯，你们前几进那个决赛啊？前4。哦，前四进了决赛，然后呢？然后半决赛1对4、2对3，捉对4杀。然后还是一样的赛制吗？四对。盘15+10。嗯嗯，哎，这拉格拉夫想了半天走了步，王第2是个什么梗呢？他准备 play 一下，他很认真在计算，仁哥。G1呢？这局儿咋了？
哦，这是 F5没事，嗯，王第4可能就要输了。王第4王 F3是吧？嗯，嗯哼，就 F6还是吃了。你们这个比赛如果一进去了之后，如果你们打平，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因为突然死亡吧。该加赛还是加赛？那一没有意嗯，义啊。说没有，就是说分2个阶段，否则直接决出第1名就冠军了，那他还希望有个季后赛这样子的明白。赛事。嗯哼，何其，嗯看看那盘怎么输的。，F6认了。F6直接就认了。OK，对，好吧，感觉还是年轻气盛哈，在这帮老江湖面前，感觉还是稚嫩了一些。现在已经年轻气焰了，他已经，我看一下，他已经几连败了，3连败、2连败、5连败了。就被纳库哎，折腾完之后，嗯，然后就有点不省人事的感觉。但其实我看到那天的那个文章当中，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啊，就是说他自己网断了，莫名其妙就断了，对吧？具体原因也不知道。嗯，后来他申诉了，你知道，他申诉他是想从原来局面下重下，不可能啊。但是被驳回了。对，因为当时双方都已经离开棋盘前太长时间了，不嗯，可能。你们第3轮是要统一下的是吗？这个时间？那应该挺快了，过一会儿。嗯哼，卡尔森和拉格拉夫现在打成了1-1，两人合了2盘，谁也没有分出胜负。王老师今天有事儿来不了，明天吧，明天估计王老师给年轻人多一些鼓励，是给费罗贾吗？多一些鼓励吗？嗯，到仁哥，你的网崩了还是我的网崩了？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这边的事儿吧，我感觉我这边的网很健康啊。我跟仁哥聊着 QQ，然后仁哥好像就给卡住了。Next time 还有8分钟，下一盘还有8分钟。大家有问题要问仁哥吗？有问题赶紧来。你们看我是 OK 的吧，对吧？仁哥的网崩了，我不知道仁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啊。哎，仁哥又回来了。我的网崩了，我的网崩了。哦，你看，我再看一盘吧，再再看一盘，看一盘我就。再看一盘。下好，一盘的话是8分钟之后，然后我现在已经跟他们说了，仁哥这个比赛有没有连续2天有比赛的情况？他们问你，最后2天了，最后2天你要面对的是谁呢29、29，最后一天是卡尔森，倒数第2盘不知道，？OK，忘了。和卡尔森的决战在最后一天是故意的吗？他们不会，啊，就一开始抽了签的。抽到的。OK，仁哥昨天的象 F5是不是个大失误？仁哥昨天回答了大家了，昨天估计是他觉得拉格拉夫点错了嘛，是不是也开着的？其实忘我没断啊。对，我说现在好了呀，但是我就说嘛，我说我刚才我还跟他们说，我说仁哥这一段，我嗯觉得我这边就虚了，果然话音未落，果然我就崩了。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还好今天回来的比较快是吧？那么 OK，我们继续。然后他们昨天说的是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是吧？就是第4、第5走完 C4、C6，然后仁哥走了马 F3、马 F6，然后他们第一盘15分钟的话，仁哥的对手呢，不，仁哥走了E3，然后他对手走了象 F5，然后
在那个加赛的时候，人格走了马 C3，对手还走了象 F，所以说人格推测他应该是提前点了一步象 F，然后点错了。OK， 我给你们解释了一下啊，反正是这个意思吧，人格。嗯，对。OK。黑方不走象 F，这个象去哪里合适？这个就请打开国际象棋百科全书，翻到第17这个页面自己看。不，这个时候可以走E6是吧？可以走 DC。DC 的话应该就是第17。然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人哥，你稍等，我去上个厕所，让他们留个言啊。好的。好，今天的人不多啊，我看今天有多少人，好像和平时差不太多。不对，我得倒点水。对。脑子都不太好。我刚才想着是倒点水，然后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就忘了这事儿了。但今天感觉进行的很快啊，是吧？因为今天没出啥事儿，没出什么幺蛾子。1个半小时，3个小时，对，差不太多，1点左右估计就可以呼呼去了。这里面阿玛嘎的你觉得比较虚谁？如果进到阿玛嘎的话，谁都需要，不然死亡我战绩太差了。哦，但是你昨天吧，我觉得把一个很硬的带走了呀。他挺慌的，他上一盘输聂波，啊，是吗？那个场景还历历在目。对，拉格拉夫其实快棋挺好的，不知道为啥。但他就是一旦有压力紧张的话，他发挥不出来。菲罗兹亚感觉很无。哎，你们这比赛要求穿棋服吗？最好穿了，对。OK。然后我告诉你，昨天他们这帮人就慢慢浮出水面，你知道吗？就我们圈子内这些人，全是用的各种匿名小号。我一看挺强啊，再一看，是这个。那唯一不说要问问题吗？哎，对，唯一肯定在线。他们就用了匿名在蹲着是吧？对。北超是不是忘了这个事儿了？他们今天也不问问题。今天我难得，我觉得就开始我们卡了20分钟，后面就非常的流畅。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对，非常奇怪的对局，跟这个对局一样流畅。对。今天感觉下的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聂波的时候，感觉都没有太多的激情，不够火辣辣的感觉。啊聂波下得快是吧？嗯，不管好不好，反正够快，吓死你！看看他们下一场马上就开了，还有1分钟。然后看看啊，现在费罗兹亚还是落后一盘。哎，不对不对，他落后2盘啊，他被双杀现在。对啊，人只要再合一盘，我觉得他又记了这一盘。哎，我学习啊，我今天要先看第一视角，看看菲罗兹亚走啥啊。李彦凯说骚骚没睡着，在和李彦凯聊人生呢。延续昨天的人生。但让他留言啊。嗯，哟，第4、第5又来，哟哟哟。你在看哪盘？卡尔森这盘？卡罗瓦纳，卡罗瓦纳，先看卡罗瓦纳那个。卡罗瓦纳变招了，然后选择了1-6，估计回去点了点小鼠标，换了一路继续来。1-6之后就有可能下成卡特农那个结构了，是吧？马比第二不一样啊，他因为1-4。卡罗瓦纳也有虚的时候啊，他怎么不再来呢？然后选择了 C5。菲罗兹亚不会了。CD 是吧？没有，直接走的马第2啊。你说这个时候如果 CD 的话，我不知道。CD 吧，看样子。马第4，马第5，E4，E4不行，E4也行。不会。马比4。那或者说，C5这步棋走完能走啥呢？感觉也没什么可走的。DC 吃了走什么呀？像 C5是吧？CD 再吃，后 B6去抓，感觉上是这种套路。不知道。我们转身去看一下卡尔森。对，我们还是把主要时间精力放到卡尔森这盘棋吧，这盘棋毕竟比较重要。他们现在的这个卡尔森很稳啊，在第3步走了一步 E3，请指教，就是不给你 DC 吃的机会呗。也对，他马 C3，他觉得还要多准备一路 DC。就是这个时候。而他是对想允许黑方下 F5这个上的这个变化。那他就E3马 C3这样一个情况。那卡尔森这两步 C4、E3都想了12、13秒钟，他有没有准备在下之前？我不禁有点怀疑。应该准备了吧？他这个下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避相机4是吧？没有，就是避 DC 了。不是，我是说他后面马 C3先上啊，他为什么不马 F3先上呢？不知道。但他下 F5马 F3 又想了45秒钟，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准备。他觉得一盘象 C4够了，后面求和就可以。发现象 C4没有趟到拉格拉夫。这个棋我感觉频频出现啊，大家为什么现在都不跳双马了呢？我不懂，都怕 DC 卡罗瓦纳跟你那一套吗？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我感觉人格又掉了。你还在吗？没有啊。OK， 在还在。摄像头晃了一下。OK。我说他们现在为什么都不 DC 了呢？就是跳双马，都怕 DC A4。卡罗瓦纳跟你那个棋吗？这盘棋没跳双马呀。我知道。这盘棋没跳双马。最近感觉已经很火了。是白棋不跳双马还是？我就说白棋为什么不跳双马？是不是怕卡罗瓦纳跟你那个棋啊？不会吧，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下的稳一点呗。我想知道拉格拉夫你跳双马他走啥呢？他走E6吗？米兰？他E6的，对，他跟基里走过E6。
这个 HG 吃完，这个棋我觉得卡尔森下的相当好，我印象当中就这个型。后 B3 后 C 长一位来了。就这么下的吗？对啊。我这边还没出来。我这边还是卡在了 G6 HG 上，那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说不定我一会儿又要掉了。我这边很快，然后动了很多招法，后 B3 后 C7 长一位 D4，DC 象 C4 B5。拉格拉夫好像比较喜欢这个下法哈，就是 DC 开了你之后 B5 A6补起来，准备 C5起。对。这应该通常推象1、2吧。像D3之后，以后马 D C5之后，这个象 A6，然后以后马 D7 C5 走完之后，这个象在 D3会被利用是吧？对。B5之后卡尔森还在思考。这盘棋要是赢不到，他们俩就阿玛嘎登了，估计。走到象1、2，然后 A6补起来，王 B1吗？还是E4？我不知道，我就只能看到这两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思路吗？王 B1啊。王 B1，那然后呢？假如黑的马 D7呢？你会走 GC 还是会走E4，还是会走什么其他的？这棋好像走马E4的，好像。哦，马 E4。果然，还是你了解卡尔森。什么？我们家的狗狗在叫。直接马 E4。他直接走了马 E4，吃了 F1吃过来。那说明王 B1他可能是担心 C5，直接 C5了。是吧？像马E4。这 F1吃过来这个棋形状很奇怪，这时候要冲不也还是能冲 C5吗？对，是冲了。冲了 C5了。好吧。这是因为 D5要么王 B1。拉格拉夫应该还在准备之内，他这几步棋就下了几秒钟。C5之后走的什么？我这边没有跳出来。王 B1走。王 B1，然后走的马 C6是意思吗？真快啊！我看拉格拉夫的屏幕和拉格拉夫还有15分钟啊，15分04秒。真的快。他们说这个 H2 兵能不能吃？我觉得应该不敢去吃吧。或者说没必要去吃。这马 C6感觉黑方下的很畅通啊，这个棋。这局面白的怎么办呢？象1吗？这是 D5的话，黑的应该吃马E5吧？为什么要吃呢？D5 不能 C4 走完再马E5？C4担心象 C。象 C4啊，那我就先走马E5啊，先走马E5 第1了。第1，少一个怎么？那D5一冲，吃马E5也不错啊，看起来对吧？这棋谁好呢？黑方就准备象D6 ，C4 封下来，然后准备长一位是吧？不一定，黑方可能王在中心也说不定。这个破E3兵还不如没有呢。还在想卡尔森，马 C 都走完了。这局面正经不好下。这除了D5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象1刚才我说的是吧？我不知道行不行。这局 H2 是不是有可能吃我？
吃了后吃，比如说第5再闷也还凑合吧，我觉得，说不定是走157骑兵啊，他走了。15啊，What's this？啊，这要干啥？拉格拉夫也懵了，一个爆头，陷入爆头了。我靠！15像好棋哈，，C 这如果 CD 吃不了的话，15是好棋啊。这 CD 吃了咋办呢？狙 C1吗？狙 C 第1再吃，就像E3了，这样应该不行。两只像敞开了，受不了。那狙 C 走完，跑个后 B6，后D7，后 B6，下步3 G C8，ED，那再 ED 吃回来呢？对啊，短1位，所以后D7了。不，短1位也还可以啊。当然你后D7我说不定更好。关键你也没棋吧？这棋真的有啥棋 ？OK， 我们来看看人哥说的后D7。后D7我能狙 C6吗？没有意义是吧？那一样，后 B6你也能走。对。哎，G C6吃下步3，后 C8，狙 C1。GC1 再一狼，后 后 D8 D8，或者后 B8，向 C6再将一局。向 C6先将，过王 F8吃。ED 吃了，这棋咋样？应该摆的好了是不是？绝吃下来了。不敢吧？这有没有什么后 F3之类的？好像没有。像 B4，像是吃王G8的。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棋好悬啊！我不知道水平不行，看不见这该走啥。但是我觉得你不像。黑的吃了，黑的 CD 吃了，下步3 GC8。对的，先 GC8好像。我们说的叫什么？我们说先上后被白方。没有。我们说。下 F3，先走的 GC8，也 OK。GC1出。后D7，哎，GC 感觉一样。后D7后 C2呢？啊？卡森好像发现了，卡森那张脸好像看到了后 C2。那所以说应该走后 B6。后 B6，走了后 C2。纳格拉夫准备走马 A7，但是突然发现有点不太舒服。但这不走马 A7 走啥呀？对啊，只有马 A7。马 A7后 C8吃了，后 C8，全吃完向 B7 打，这好像好了呀。6，这那E5好棋呗 ，CD 不能吃，像 F3 GC8 GC1，后 B6，再后 C2的话，可能后 B6 马 A7，叫马 A7 了，对。不行，这马 A7也不也吃吗？啥意思啊？这吃了狙吃，抽烂了吗？对，向D8电呢？长得不像吧？向D8电我向 C6一棒。我不知道向 B4 控一下，向 B4声控一下怎么？直接向控一下。王 D7。F5呢 ？F5。向 C5 再立一下。后 A5抓一下，GC6抓一下，抓碎了。对，那王 D7 GH C1。这好像也是白的凶啊，准备干啥？对，G8 C6 一立，G8 C6。G8 C6 G D6，对。高棋啊，E5。好棋啊，感觉上是好棋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路了呀。E5除非不吃就得走短1位，这事好像也不太科学，是吧？
走了。后 C8砍下去了。那也没什么想的，这只有后 C8，这不能走马 C8吧？马 C8向 C6一打，这顶不住吧？但是后 C8吃了，车吃，马吃，然后紧接着象 B7打一下。仁哥，你还在吗？在，还在，我在看那个场结束。我靠，他不会1-5的时候算到后 C2 后 C8这个计划了吧？不能，我看他那张脸是好像刚看见。我看他官网一会儿杜波夫上线，现在格里又上线了。他们是厉害啊！我大中国12点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找人。他们是认真。哦，走了马 C8。估计觉得那个棋太简单了，这个棋说不定还复杂点儿。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觉得我又要赢了。如果让我下的话，马 B6，准备马 C4封过来，就靠一个马顶在第5，撑住，撑半天。但这白的可以异地吃你啊，啥意思啊？对啊，就慢慢走啊，这一个兵都不多。那就是承认自己下错了呗。那我感觉马 C6所以黑的可能 CD。我感觉马 C6的时候拉吃太快了。对啊，E5可能 CD 吃太快了，我想想这个时候。但E5一冲确实挺凶，你别说。先去 T8走一个呢。先去 C8，先象 F3。那不好意思，后地清短一位吧。短一位，我估计 H4就H4起不来，那就回个象吧。对。去 C1 拉一下，去 C1 拉一下吧。后 B6上。后 C2 继续拉呗。不行，被我拉后第7吧，你 GC 后第7。后第7，后 C2。还是准备 H4 H5啊？差了。我是没看到现在开走炸。就是这个计划拉住。挺好的，我觉得人下的。E5之后你走不好意思走 C4 对吧 ？C4 走完我感觉就跟认了一样，这后 C2 吃回来。对 C4 太难受。那没变化了，就准备。哇塞妈，第5周走的步 H4啊！我就后 B6吧，后 B6你后 C2 的时候。后 B6。比如 CD。后 C2 的时候。CD 上 C6 D3 后 C3。没有。不是，那你要这么下，刚才后 C2 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下吗？你马 E7不没有移位。对，后 B6 后 C2 短移位，向 C6。就是说这个局他走的后第7是吧？就是说这个时候车 C1 之后得走后 B6，后 C2 之后然后短移位跑开，是这意思吗？向 C6 吃了 D3，后 C3。GC7。GC7。高。我只能说他下的好。但是如果你第3，你为啥不第1吃？我没懂。第1向1 GC7 是吧？对啊。后1是 GC8 吊死了。对啊。莫非这是正解？我能说在后第7上。哇，这太难了，我觉得正常人都是后第7。看着很协调后第7。
但是被一个后 C2 一拉穿了，好像。H4一冲，这部 H4是好棋吗？人哥觉得？我觉得看起来很帅啊。最直白的要求，换子儿。我这球白方优势非常大了，已经。你虽然一个好马，但白方这王以后你车换了之后，王去中心顶住。王到 E4是吧？对啊，车还有 H 线，极其弱点。这个黑方开局已经没看见这个后 C2特别致命，我觉得。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卡尔森这个 E5好棋，这感觉。这么一比，感觉我好 low。我刚才说的什么像E1是吧？哎。好菜啊，感觉。E5真是强，我怎么感觉到这个棋的？好棋，我们看看那盘。我们看看另外一盘，看看另外一盘啊。走的什么 ？CD 吃掉，马 D4，马 D5，跟咱俩说的一样。然后走了 A3，比我的 E4要好。A3 像E7，马 F3，然后 E4起。这个卡罗安娜不差，像 D3一上 ，H6 后 E2，这下成阿拉宾了快。对，这个黑方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菲罗兹亚有点急了？这个后 E4之类的这些调动。对，后来像先换换位之类的。有可能。先换位的马 C5，向 B1退回来。对，比如说后E2，马 D7，这短移位呗。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理智，就是情绪好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会这么下了。但是他现在再急于得分。对。但其实后 E4之后，人家就只能走 F5，这不走 F5，总不能走 G6吧？被他马E6一口吃死。对，让黑方形下太舒服了，一下子上来。对，就感觉让黑方扑出来的太快。但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很细微，就和棋手临场的时候他的这个心境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像第2一出 E5啊，哇塞！E5，服，艺高人胆大，我压根儿不会想。E5向E6，但这E5走完不差一点吗？这马E2回来，你像一轮就放一呗。然后呢，比如说向E1拉回来，向 A5上去吧，别向E1了，向 A5吧。准备马 C3。果然走了向 A5。这破E5。这 C2。车 C2 马 C3。干下了。马 C3。你说吃漏啊？我向 C3，这咋吃呢？我也不知道。是这有他马E4进了。马E4还有一步对。那么车 C2 走完，退2求7的车对车也可以啊。你吃了我马D2吃回来。感觉上有。这盘棋给他下的没那么紧凑，没有另外一盘就下。对，看另外一盘吧。跟人哥说的差不多啊。车 H4直接吃了之后一抓，这时候不能走G5吗？人哥？这为什么不走G5呢？像E7为什么要回呢？G5上王呗。F6。G5。F6再上。你 F5，F5，G5。F5。F5 F4可以封住。哇塞，卡尔森赢了，直接认了那边。
这局 H7 走，局 H8 王 E7，哎，然后王 C2 之后停表。王 C F6啊，迟迟局 H7停表。嗯哼，确实该停表了，好像全吃光了。啊，刚才有人说，刚才说象 H4吃完，如果局 H1的话，G5 局 H3了。那局 H3象 F2 扣你啊？象 F2呢？对啊。局 F3吗？象D4局 F7。哦，G F3好棋哦。嗯嗯嗯。哇，他这都看得见。G H3 G F3，这个屌的。那完了，那完了，那所以说 H4 好棋啊，又可以给孩子们哇，上课了。H4是吧？感觉 H4是那好棋。想28秒，他 G H3 G F3都看见了。我觉得假的吧，我不知道。不知道黑方像 G H4想了4分21秒之后，象1-7又想了56秒。他可能一开始想走 G5的，但发现不行。嗯，这太太开挂了。不过真的强 E5这一步棋，以及后面这步 H4是吧？很强啊，我感觉。嗯。要不他是世界冠军呢？合理。哎，对着，他们在问你明天跟谁下吉利。啊？哎呦，我们搬好小板凳，搬好小板凳，好好学习一下。另外一盘棋我不看了，我也不好好看了。好好好。那我退了，准备睡 OK，觉了。好嘞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那么仁哥，早休息，然后明天还有比赛。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对局啊。这一盘棋，哎，象 A5走完，果然车D2之后走的是什么？车D2是吧？马D2，马 F4，吃。这局面我觉得白的好一点啊，黑方这两个兵有点破，感觉上。但是感觉今天卡尔森赢的确实很脆啊，这个第三盘，马 F4吃了，EF 吃过来，然后接着车4-1出车，我猜测啊，车4-1-8下去，车 A8，哎呦，王 F1，王 F1 也合理，这是干嘛？准备车1吗？把车对掉，然后这个残棋慢慢下。我觉得这盘棋菲罗泽亚有戏啊，说不定可以扳回一城。感觉还是挺有戏的这棋，但是时间上稍微有点少。我的师傅是杨过是谁啊？请问是哪一路英雄？王 F1走完，卡罗拉在想，这局我觉得确实不好走。这局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车留下吧。车怎么留下的这是个关键问题，我都不知道这个象该去哪儿，或者车该去哪儿，或者马该去哪儿，感觉都不对这位置。所以说卡拉瓦在这个局面当中去思考，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真心是不好下。象 F8撤回去吗？象 F8撤回去的话，比如说车1对，这样车C6赶紧跑开，我觉得应该要。车1吃了感觉很危险啊，这个棋。所以说王 F1还是好棋，黑方的兵全在黑格，这个 F4兵肯定是不可逆的。白方以后至少有攻击的目标，这个 A7也是不可逆的，也是有攻击的目标。那白方这个兵以后可以抬到 A4，这个兵抬到 B3去，都变成白格兵了。然后配合这个黑格象，感觉还挺舒服的。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黑方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办了，被卡住了，感觉上。
卡罗瓦纳很明显觉得不是很轻松啊。王 F1好气。明天谁来给我捧哏？明天有可能是王老师啊。然后你们想让谁给我捧哏？啊，没走向 F8，走的马 D7。啊，我刚才说过马绕开，那我估计白方车1要对车吧。然后王 F7可能顶上来，慢慢下，马 D7走完。那么白方是不是可以考虑马 C4踹一脚，走的车1啊，走的马 C4，走的马 C4，这只象该去哪儿呢？去E7吧。象 F 都想办法翻上来，然后这匹马呢从 C5塔到 B3的这样一个位置。这种棋我也不会啊，这种棋最难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几个兵啊，你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一个思路去把这几个兵给处理好了，那这个棋就没事了。但是我觉得处理不好，处理不好的话，这个棋就比较危险。车D1出合理啊，是要走马 B6吗？还是要走马 C5？马 B6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所以说，如果这么看的话，是不是费罗兹亚的这步马 C4有问题？如果马 B6可以的话，马 B6走完，马 B6果然是马 B6，好棋啊！车D4嘛，要刚起来。车D4抬起来感觉上也还行。将 F6一打的话，就车 F4把兵给吃了，做这样一个交换，这样马 C4吃掉，车 C4 向 B2之后 ，A4补起来，应该是一个白方好的局面。伪师叔会不会来？伪师叔应该会来。选择了马D2撤回来，但伪师叔并不一定是明天啊，伪师叔应该会客串一下。人哥王浩，王浩很难，王老师会来。刚来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今天没有人哥，人哥刚下直播，你来晚了。然后卡罗瓦纳和费罗兹亚，卡罗瓦纳现在2-0领先。卡尔森和拉格拉夫，卡尔森2.25比，不，卡尔森2-1领先，对，2-1领先。马 D2，马 A4，马 C4 的话有马 B6了，所以说不能上马 C4，那么就只有走 B3，B3 的话马 B2这一脚踹过来，这个车就比较尴尬了。下这步象，关键下一步象 A3要吃你啊！比如说车1换了王吃，然后接着象，象 A3一吃王E2，这马是不是死里面了？我不想你，我想枕头。我特别想念枕头。马 D2，马 A4之后果然是 B3啊，B3冲起来，黑方应该是漏看了，我觉得。马 B2发现人家车1对的有点肝疼。今天是不是除了开始那一下不行，后面是不是还是挺好的呢？说好的王老师，那还说好的你呢？你不也没来吗？你不才刚来吗？呀，B3之后马 B6，马 B6这就打脸了呀！这人家 A4封一步，这肯定白的好了。年轻了，哟，卡尔森的第4盘来了，我们来看卡尔森能不能顶得住。卡尔森上一盘确实强啊，我天！不对，卡尔森人还没到呢。那我们还是看这盘吧。果然走的是 A4，王 F7之后马 F3跳上来，象 F6，象控马。但这局面我觉得皮得被搓掉，这卡罗瓦纳太难下了。车 C1，准备车 C7。这个时候车 C1这步棋我觉得不太好，说不定更好的是象 B4，准备象 C5，然后找机会象 D4过来对了，或者拉住这一条线。车站着 D 象我觉得挺好的，没必要去这条 C 线，我感觉。车 C1，关键是车 C7下去的时候，他车E7对你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也不知道。
OK，来我们看拉格拉夫 D4，D4走完之后，卡尔森在想，森哥几比几的？森哥刚赢了一盘，上一盘下的相当好，我觉得。D4、D5，卡尔森经过了思考，选择了 D5。他要走什么开局呢？斯拉夫吗？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时代，斯拉夫当道了。马 C6后 C2又来 ，DC 之后 E4吗？这一盘费罗兹亚和那个卡罗瓦纳就是这样的，到后 C2之后，卡罗瓦纳选择了 E6，在第一盘的时候，卡罗瓦纳选择了 D4吃掉。那么这个时候到同样的问题来到了卡尔森面前，那卡尔森的话会怎么选择呢？他是会选择走 E6呢，还是会选择走 DC 呢？E6的话就是和卡罗瓦纳一模一样，DC 的话就是和卡罗瓦纳第一盘一模一样。那在这里当然了还有一个 G6的下，但是 G6走完之后，这个棋非常像格林菲尔德的形状，所以说我估计卡尔森不会下，不会去选择啊，不是不会下。我们静观其变。后 C2走完之后，卡尔森在思考。这盘棋我真觉得，如果 DC 吃了的话，拉格拉夫有可能会E4的。这是刚才菲罗兹亚对卡罗瓦纳的那盘对局，但是此时双方的心态和第一盘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拉格拉夫这盘棋必须要赢，所以说他敢去拼了。但是第一盘的时候，菲罗兹亚选择这样一个开局，我觉得是不太科学的，因为第一盘你还不太敢拼啊。所以说后 C2这步棋走完之后，黑的还在思考，卡尔森已经思考了1分多钟了，我感觉。卡尔森不能只走一步 A6吧？然后我们切换到菲罗兹亚对卡罗瓦纳这盘啊，这盘棋下的比较快，还是走象 F6 车 C1 马 D5 象 D2 车 B6 B4，我就说他是车 C1这步棋不好，车 B6 B4 G5 车 C4 王 E6 马 E1 车 D6 马 D3 翻上去。翻啊，这为什么啊？翻不上去，翻上去之后有马 D3，有马 E3将军应该是，然后选择了 A5。但是菲罗兹亚这孩子是不是残局没学好？这俩兵定这儿啥意思啊？这得王老师给他上一课啊！虽然他是27，虽然他等级分比我高，但我怎么感觉那么臭呢？这啥意思？这俩兵留到黑格去？我知道他是防马 B6，但是防马 B6的招法多了呀，你去这样撤回来不就完了吗？他踹你再冲他呗，对吧？你这现在直接冲人马1G17一回，这个故事是不是就不太好了？这下不好，马 B6上来这个 B4兵要死这儿啊！马 F3，马 C6上吧，马 C6。啊，车 C6，哎，好棋啊，王 D5这样可以上来。我怎么觉得这棋黑的好了呢？你肯定不敢换，对吧？你可能会走车 E4，但是他王 D5贴你一步，你也贴的很难受啊，被贴的很难受。车 C6一走，这吃了是不会考虑的，吃了的话，走的车 E4，王 D5，车 E1，王 C4吗？摇头了，小伙子，我没看。小伙子估计又不太开心。车 C2吧，王 C4，马 D5，哎，这个看起来好。哎，果然还走了车 C2，然后车 D1，王 C4啊，这肯定。是在想那王 E4吗？啊，王 C6。哎，这王为什么不往前，他往后退呢？车 1再出，你看，让他往回退是吧？车 1的人下不要将他，要抽他象。他这马 D5还上不来，好尴尬。这车 E6一将，一上王车 F6吃了，或者说这个时候车 D6是不是有一抠？
但好像俩人并没有这么下，走的什么我都不清。车第一往 C 走，走的象一，没走车一。第5周车第4啊，小伙子又浪，这车第4上去干啥来的？车第4也是人才，车 C1，车E4。我怎么感觉王被拖住了？这象 C3一会儿过来一下，是不是快凉了？当然可能不是现在，现在不行，现在 C4这边要将，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走王 B5？上一步，车抓的时候再象 C3 封进来，这感觉完了呀，我觉得这棋。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这么下，他们走到王 D6。王 D6，白黄王E2，象 C3吗？车 B1。不过现在其实刚才是唯一的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黑方只要和棋就赢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去 fighting 啊，黑棋安安全全的下完这盘比赛就好了，我觉得，对吧？车 B1过来也很合理，准备马 C3或者象 C3，王 D3，OK，继续上。挺好的。我觉得卡拉瓦纳下软了这个棋，我觉得中间不应该把王放出来，但具体怎么走我不知道。车 B3一将，王 C4再上，王 C4，哎，还真上了。车 B2还是车 B1？车 B2吧，封住一下这象，然后车 B1拉住了这只象，这象第2呗。我替他走了，象第2，上王上象。没走，打脸。车 E8，马 E7，马 E7准备什么？准备马 C6吗？上第2吧。哦，看不懂了，我也看不懂。我觉得俩臭棋，但是他们都比我强啊。吃瓜群众去评价一下还是可以的，下播。啊，王D3是什么意思？这甩手难道不是一步车 B3将军吗？这王D3怎么理解呢？这步棋？哦，我不用戴耳机的。车 B3王 E4，高起剑走偏锋，用王去控制住这匹马。这匹马只要一乱动就王 F。那么现在黑方走的车 B1，那么白方估计要走象第2了。哎，王 D3好棋啊！王 D3 王 E4这个感觉，虽然说我开始没看懂，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下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王到 E4去，这匹马就不敢动了，动了的话这只王就会窜进去。这匹马如果不敢动了的话，车 A8可以啊，准备吃兵，希望他的马动，然后这样的话白王就可以冲进去了。然后这局面我怎么觉得卡拉瓦纳要差了呢？但也不一定，他可以马 C6，王 F5轴象 D8，再把车锁死。但是这样可能会王 G6，然后王 C7，我就不知道这棋了。王 H6吃了王 B7，车 D8吃了马 D8，然后王 G5吃回来，这应该是白方要赢啊！这感觉 H 兵要变厚了。车 A8走完，
卡拉瓦纳好像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这孩子的这个，就是费罗兹亚这个王第三确实是高起啊，没看懂，但是一步棋走完之后感觉豁然开朗啊。这是我自己摆的啊，他们肯定没下到这里，他们应该下到的是王 F 这一块吧？哎，真走了象 D8，真走了象 D8，王 G6，没走，走的象 C3，他为什么不走王 G6呢？象 C3 车 C1，看不懂，这不给他象 G7了吗？啥意思啊？象 G7，这卡老纳要输了吧？这 H6丢完，这一串就都没了呀。往 C7再回去贴，象 H6吃了，但是他也可以不吃，比如说现在走什么马 D4或者马E5之类的，黑方好像也很难受啊。这一换是不是碎了直接？马 E5进去，比如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往这儿跳吧，还有这个威胁，这应该完了，这吃了就吃回来嘛。走了马 D4，关键是王 B7过不去啊，这王 B7吃了马 C6了，对吧？那马 D7走能做什么呢？已然不行了，要丢兵，全是黑格兵，最后还是死在了黑格兵上。虽然说我觉得白王下的很不好，但是最后黑王死的还是样子还是预见到了，是吧？最后就是因为他这个破兵，走了马 B4，马 B4啥意思？这不马 E6了吗？卡拉瓦纳认了。OK，扳回一城，很关键的一个赢啊！下一盘就肯定是玩了命的去进攻了。卡拉瓦纳感觉很不满意，并且我觉得卡拉瓦纳如果这盘棋输了的话，下一盘如果再输进了阿玛嘎登，我觉得卡拉瓦纳就完了，肯定下不过菲罗兹亚的。哟，最终选择了什么啊？选择了后 C4 轴 G6，格林的形状又来了。象 G7，象 G2，让我好好拜读一下。格林的神变成了白棋 P5，后 C2 象 F5，后 D1 C5。哇塞，又是神剑大将，什么东西这是？还真强啊，这俩人。少年你会吗？这谱，我怎么感觉俩人全会呢？啊，真的厉害，世界冠军还是厉害啊！这后 C2 一走，象 F5 一打一退 C5 一气，这 C5 就属于长着就像柴锅的样子。我都没看懂这马 G5呢，他马 D7吗呀？那走了步马 C3，然后黑王马 C6，真的是架着先步在走啊。马 H4，然后 CD 吃了，这个交换是平子走这个，然后车 C8，这黑方非常的主动啊。我觉得拉格拉夫没戏了，这棋下到这里，拉格拉夫很明显是不会了。我来看看卡尔森的，我来看看时间啊，这玩意儿是真的快啊！卡尔森在 CD 的时候想了3分钟，CD 的时候想了3分钟，然后想到了这里。其余卡尔森好像没超过1分钟的。
这局 C8走完，着实有点尴尬啊！这盘棋拉格拉夫必须赢，这也没有棋可以走啊。这个时候，这边抓着象，这边吃着马，那这一只象是一个隐藏的潜力股。然后现在黑王这个局面还多个兵，就意味着白王可以吃一只兵，但是得还一个子儿回来。那么他象 B5的话，就 DC 吃过来，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比如说 BC 吃完之后，还有可能会有什么马 4、马 C3踏进来，这黑王子力太通畅了。那像 B5如果不走的话，那马 B5那就车 C6吃了。这个时候如果马 D4再吃回来还不行，还有车 D6这一爪。那所以说马 B5走完之后，车 C6吃了可能会有后 D4。但是紧接着，比如说走的什么？走的马 B5之后，车 C6下到了这里，然后走了后 D4，吃过来，然后卡尔森还在想 A6，哎呦 A6好棋啊，走的 A6，A6 就只有后吃了，然后接着车吃，然后马 C3，马 E4进来和棋。这卡尔森不弄他就不错了。虽然说现在卡尔森又少了一个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尔森这个招法，这个子力永远积极，是吧？厉害的这个棋。当然他们并没有下到这里，他们下到的是这个局面，然后走了 A6之后，然后选择了后吃车吃之后，然后选择了马 A3。马 A3，马 A3啥意思？就是为了纯保兵吗？马 A3走完，比如说马 D5也可以，马 E4也可以，马 D5他就准备马 B4、马 C2绕进来。那么马 E4的话，当然也可以了，这步棋。走的马 E4，马 E4之后准备走马 D2，马 E4之后，好，拉格拉夫走了王 G2。这完全不着急啊，这局面。马 D2当然现在是走不了的，对吧？车 C1猥琐，哎，好棋啊！那只有吃，然后接上 B2吃过来，马 C4，马 C3上不去，哎，上去也没啥意思，就吃了你呗。吃了之后，车 C8拉住，基本上没戏了，除非卡尔森想赢这个棋。这想赢感觉也有点过分，说实话。貌似没什么好棋可走啊，这个局面黑棋。车 C8，车 D5，车 B8，就这几步吧。车 B8其实是应该也可以，感觉上，但是还是车 C 这步棋感觉更猥琐一点。拉格拉夫很明显不开心啊，这应该是他们第4盘了。第4盘如果再赢不了，那就这轮比赛就输掉了。卡尔森在想什么呢？车 C 要不要吃？车 C 吃了。这个局面能不能走车对车啊？我在想，车吃，车 C 之后象 B2，这能不能走车 D 啊？这个棋，但实在是不像赢棋。比如说车 D 吃了，走车 D8，一上
勾，刚好有步马 C5能封得住，没戏。向边一吃，基本上半条腿已经要赢了。拉格拉夫这再思考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吃不到 A6没戏，对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和唯一认为的是一样的。这种残棋吃到 A6可能还有点希望，但是吃不到 A6的话，完全没有希望。向边走完很痛苦，感觉。还在想，走了马 B1，象 C 吃了，车 C 吃过来，车 D5，车 A5，王老师的黄金车。这残局马象小于车，马象之间没有中子配合的话会是很难受的。马和象最好有一个中子配合，比如说一个车一个后，那么少班子的那一方可能就会比较难受了。车 D4，也差不多是吧？黄金车，他准备走成黄金车了。但是他车 D4可能比车 D5好一点，是不是下一步还准备走 F3之后马 D2？这样你车 D1还可以马 F3，真的是讨厌卡尔森这个棋下的好啊。F3之后果然走了马 D2，没有，刚跨完他走了马 F6，准备马 D5翻上来，然后走的王。我们把他想深了。虽然说我觉得马 D2挺好的少年，但是人家没这么下，人走的马 F6，然后接着白方走了王 F2。他准备马 D5架上来，然后1/6补起来，车往 A4一放，是不是这个局面就可以提和了？很清楚啊，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走车 A4哈，黄金车出现。马 C3吗？马 C3可能会有车 A4，车 C4，所以说很讨厌这步车 A4。你 A3又不愿意补，哎，补这个棋可以车 A8一将王G7守在马 C3啊，但这样的话可能会车 A3。实战当中车 A4之后走了步 A3白的，然后卡尔森本来想摸马，但是现在好像准备走王 G7，走了王 G7。然后下一步就像我说的，1/6一补，马 D5一屯，你爱咋地，一次都起不来。那卡尔森应该赢了，已经，应该要赢了。然后走了车 C3，马 D5，车 B3，我估计啊。走了车 B3确实。黑的车 C4拉出来，准备车 C2控制住这匹 B1马，不给马出来。看白方要不要走马 D2这步棋了。但马 D2上来之后车一抓，好像是没什么地儿去了吧，只能这样。走了马 D2，然后接着走了车 C2，然后估计车 D3扛过来，然后接着比如说马 C3进来，感觉上是。果然他们就是这么下的，马 C3走完，这白走啥？等死了好像。这匹马不能动，这只王不能随便乱上，马 D1要将，我不能随便乱下，车 C1要将，车动不动也没什么意义。实战当中走到 F4，然后黑王肯定是上王，基本没戏了这棋。
者走1-6，走了1-6，实战当中，白黄王 F3，马E4，好快，对不起回的，就想和也不是就想和吧，白黄王E3，我估计。马E4吃了啊，那拉夫接受了和棋，王E4，接着车E2，王 F3，车H2，车D6，A5，完，这没看见，完了，车楚把兵保上了，好嘛，这下，完了，拉科夫还得求和，人卡尔森还不一定跟他和，这就过分了呀。卡尔森此时难道不应该有点风度提个和吗？走到车A6，然后车H5撤回来。他们多赢一盘有加分吗？不加分啊，就是最后结算的时候会可能多加一点点，但是人格说还是先算智商。走到车H5之后 A4，车C5，然后车A8，还是看那盘吧，那盘棋比较火爆一点。这盘棋应该是至少卡尔森肯定赢了，所以说没什么可看的。我们看不到阿玛嘎登，能看到阿玛嘎登呢，就这一盘，这一盘也是第4盘了，应该是。哟吼！啊，菲罗兹亚必须要赢，走古印度 ，G3 D6短移位，马E4进来，后 C2 F5，走，这咋赢啊？偷去啊！吃了，下 B4一打一走，车D1后 F6。但是好消息是，好像卡罗瓦纳也不是很熟，像现在撤回来合理啊。然后这黑的怎么守这个E5兵呢？现在马 C6肯定是不敢上的，马 C6上完之后随时 B4 B5要冲，马 D7的话又感觉堵着这只象了，也不太好。退后吧，又怕马 G5，所以说就不会了。偷E7，我觉得这盘棋其实主要还是看开局。卡拉瓦纳开局如果能好一点或者清楚一些的话，这盘棋我觉得没戏。我是说菲德兹亚没戏啊。但是如果说卡鲁瓦纳这盘棋特别的迷糊，那就有戏了。这个局面菲德兹亚才开始想，确实不好下这个局面。看到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后 F8，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马 G，C6 之后是不是可以考虑 C5一冲？这条线感觉要穿了。所以说车D1走完之后，后 F6向 C3，紧接着走什么呢？走了马 C6，是 B4呢？B4感觉太合理了。现在不是平局啊，现在菲罗兹亚应该是1-2落后啊。上一盘刚赢，但是之前被人2盘双杀了。我们看卡尔森这一盘啊，卡尔森果然是要赢啊。不，他可能棋赢不了，但他想赢。这球明显我觉得黑的有点压力，那个白的有点压力。不好下。我们还是看这盘吧，这盘棋比较关键一点。
一，马一是个什么思想呢？准备 F4吗？下一步不能吧？这也太恐怖了。马一之后后一期合理啊。感觉克劳纳好像不是很擅长这个形状，不知道该走啥了。这应该走什么呢？这个棋上次都打了吗？比如说打了吃了，然后比如说马 D3顶上去，准备向 B4，然后马 C5再往里冲，感觉也不错。这个棋我觉得费罗兹亚不好赢，这是关键的问题。我看看拉格拉夫啊，哦吼，这个棋且下呢，完了再说吧，还是再切回来吧。卡拉瓦纳还在思考，我稍微去个厕所啊，然后大家先听首歌吧。欧治鼻天然海水清除潜在感染源，洁净鼻。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Oh partisan, emporte-moi.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Oh partisan, emporte-moi. Je me sens prêt à mourir. Et si je meurs en partisan?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t si je meurs en partisan? Oui, tu devras m'enterrer, m'enterrer en haut de la montagne.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M'enterrer en haut de la montagne, dans l'ombre d'une jolie fleur. Et tous les gens y passeront.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t tous les gens qui y passeront se diront quelle jolie fleur. Et cette fleur du partisan.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说的这个局面，卡罗纳好像已经不太会了。他不太会了之后，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思考，所以说我去上厕所。那么马 C6，马 E1 后E7，然后走了向D5，王 H8，马 F3，马 B4之后，然后选择了后 B3这步棋。后 B3 走完之后，这个局面，怎么讲呢？黑方应该对我刚想说，黑方应该不会马 D5 吃。这个时候如果马 D5 吃了，这么一地吃过去，感觉这只象对抗这只象，对吧？或者说这个时候去选择车 D5 说不定也可以，然后一会儿车 E5就给他砍了。所以说马 A6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招法。那马 C6 这步棋走完之后，这象怎么办呢？我怎么感觉要死这儿了呢？这比如说1四1封，这象是不是死在D5了？实在能走到马 E1，然后紧接着黑棋还在思考，我怎么觉得这个棋不太合适了呢？我们来看拉格拉夫这盘棋啊，这盘棋卡尔森肯定是输不了，但是我感觉他也赢不了。不，我这应该要赢啊！这 H4 或者说车 A1是不是都要赢啊？哎 ，sorry， 不好意思。哎，不是我，这是他自己走的，车 A2 卡住，这样的话车王 G3过来，然后准备车在这边开始长时间的将军。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将的话，为什么不去选择车 E3现在将呢？这车 E3将完，这王没地儿去啊。奇了怪了，这局面好像不好赢啊。王 G4就车 E4再将呗，回去之后车这次甩过来，走到王 G3，我觉得这步棋不好。王 G3走完，紧接着比如说 A4，他要怎么办呢？这白的。A4 我估计车 E3一将，然后王 D4，然后紧接着车 F3甩过来，然后车在侧面的哔啦吧啦一顿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棋车 F3甩过来之后，比如说车 E2有没有希望啊？感觉上白的还是挺危险的。哦，不行，哎，对啊，这个时候 A4 果然下来了，现在车 E3一将，走的不什么？A4 之后车 E4，OK，王 D3贴了一下，这样的话肯定会走车 F4，准备车 F3这边将，对，然后王 E3再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跟不上大佬的这个境界了。这车 F3一将，王 E4，车 F4一将，王 E5，车 B4甩过来，车 A1下，王 H2回应该是，这好像赢不到了吧？车 A3继续卡着，王 D4进，车甩到 F3，这边哔啦吧啦一顿将。F3过来，对，车 F4准备将，要不当然下一步准备走王 G2啊，反正这个时候不着急去将。王 C4，车 F4，H4，车 C3，车 A2，王 H1合理，因为王上去贴这个兵没有意义啊，不会去贴的，所以说可能会回啊贴合了。OK， 卡尔森以2.5比1.5战胜了拉格拉夫。那我们把目光换到这盘焦点之战，果然在马 E 周 E4，象 G7后 G 周 C5，被迫走了 C5。那这盘棋费欧兹亚又有戏了呀，又有希望了。看到这里，费德兹亚多了个兵，然后感觉上还是挺苦的，就是
卡罗瓦纳还是挺酷的这个棋。这不知道该走啥了，这棋。现在还有人没睡吗？我想问一下。来，没睡的给我打个1，我看看有几个人没睡，还在看直播的，还是我一直在说单人相声。啊，那还是有人啊。OK。这么多人在看啊，我以为个位数呢，应该会上10位数吧？现在。OK。B6走完，卡瓦纳还在想，这个棋真的是不太好有头绪。对于黑想想下一步很简单，他很有可能会走象 B7，或者说走 A5，然后象 A6出来去攻击这个1、2兵。这个兵怎么守呢？我都没看出来。如果车D2这么守的话，感觉有点奇怪啊。但如果不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局面，我觉得卡罗瓦纳基本上非常的危险。那么如果进入到阿玛嘎登，我觉得卡罗瓦纳肯定下不过菲罗兹亚。走了马 F4。这步棋想了2分半啊。马 F4 G5冲，能冲吗？如果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做表率啊，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冲，后D6要往里冲了，什么马E6、象E6就扔进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步 G5能不能冲得起来，我不知道。G5走完，马 H5一踹，后D6，这是不是后D6了？所以说可能不太好这个下法，因为这后 H5吃不了，这样后 F 要杀死了。所以说卡罗瓦纳那个菲罗兹亚还在想，走了 G5，然后走了马 H5，后 G6没走。马 H5之后，黑方还在思考这后该去哪儿呢？走了后 G6，果然是后 D6啊，就是这么下的。这肯定不能吃啊，这后 D6走完哈。但不知下一步马 F6进去了，这走啥呢？被卡住了呀。后 D6吃了吧？我觉得，G6吃下去。这个局面我觉得卡罗瓦纳有点补偿，但是比如说现在再过来打这个兵，会不会是有点儿？但好像也没啥机会，直接走的象 A6。这不能走马 F6吗？这看不懂了，是象1、2吃是吧？估计。所以说象走完之后，卡罗瓦纳局 F1一出，很快就用了5秒钟。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后 D6吃了车D6之后，然后车D8对车啊？后 D6吃了，车D6吃下去，车D8对车，果然，这肯定不能对车，对完车就跟认了一样，所以说就得跑这儿，或者跑到 F6，H6和 F6 2选1。跑到 H6的话，有点杀王的可能性。跑到 F6的话，就比较实在，准备吃兵。然后卡罗瓦纳还在思考，目测的话应该是车 F6啊，感觉上车 F6更好一点。
在这种局面当中，很明显黑方这个E5马太狠了，放在E5，这 H5马感觉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么局 E6之后走的什么呢？局 F6，OK， 果然走了。那局 F6之后黑的怎么办呢？怎么去守住这个 F5兵？比如说局 F8肯定是个选项啊，局 F8这是最朴实的一个下法，并且局 F8走完之后，我不知道白方该走什么了，可能在局 E6抓。那 F6之后黑方应该怎么办呢？下步人要吃你啊，你总不能上 C8吧？上 C8这也太丑了，感觉上。这有没有马 F3？哦，没有，迷糊了。走了上 C8。但这样的话，白方这只车就可以活了，比如说车 C1或者车 D1都可以。我觉得车在 E 这个位置比较笨的，所以说黑方上 C8这步棋我不确定好不好，感觉上只能说是一个迫于无奈的防守，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白方这两个子离位置不错啊，因为黑方底线一直会有问题。然后紧接着在这里，在这里怎么办呢？局第一吗？黑方接下来准备怎么办？黑方接下来有可能会 C5、C4下压把象封住，而这个王呢就没有那么危险了。现在等于说这三个子牢牢控制住了整个这个局面，对吧？随时会有杀王的可能性。卡瓦纳还在想，走了局第一，换局。但其实也无所谓，黑棋就吃了他，吃了之后 C5呗，不给这只象再出来就好了。白方这马实在是有点尴尬。变局第一吃完象第一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可以走象E6啊？准备象 F7去打死这匹马。当然，这个局面可能会遭到象 B3，这样的话换掉之后，这个 F5兵就有问题，所以说说不定是局第一象第一之后 C5先冲，准备象 E6，然后再象 F7，再去打这匹马。菲欧兹亚选择了象第一局第一之后，局第一象第一之后，然后还在思考，实战当中就是这么下的。然后走局第8，把线先占了，合理。然后卡罗瓦纳肯定会走象 B3，然后紧接着 C5抬起来，这样的话有没有象E6啊？这样把象换掉，局第8一抓。卡罗瓦纳这个时候有什么选择吗？没什么太多选择，一个象 C2，一个象 B3。但是黑方的这个王是真的有点问题啊，他没有底线。走了象 B3，黑方我估计就是 C5一冲。象 B3走完，C5来了，果然，那这个局面白方怎么办？这个局面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局面。象E6我觉得是一步不错的招法，那除了象E6我看不到其他的招法了，不然就是什么杀上王、过国王之类的。sorry， 不是王之一啊，过王其实说不定也可以，把王过到E1去，然后象再缩回来呗。这个局面白方这只车放这太厉害了。C5，走了步什么？象D5啊！哇塞，我感觉这步棋好棋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准备干嘛，但是我觉得他是好棋，长得就帅。在这一瞬间走完这步棋之后，黑方是没有办法吃的，对吧？吃了之后就 F8杀王了。那么你如果吃不了，这只象就等于说是控制住了很多格子啊，控制住了很多格子。然后能不能走马 G6呢？准备车吃过来，那这样的话，
白方可能会把象撤回来，黑方好像也没啥用，或者说你马 G6的时候，象 F7再打你啊，象 F7不行，象 F7 就 F8了，是吧？所以说，象 D5走完，黑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感觉黑方时间紧，任务急啊，象 D5肯定是好棋。马 G4这边招法没有用，马 G4的话就局 F7，然后他局 F6、局 F7，就这么耗在这里。菲罗兹亚没看到象 D5，象 D5 走了 C4，C4 之后是不是白方可以走 A4啊？我第一反应。那 A4 的话，是不是黑方给 A6，也是个问题。A4 走了，黑方我估计是 A6，A6 的话车 B6应该吃不了的，吃了的话车 D5这边吃了，所以 A4 A6 还是一样的，下一步黑方还是准备冲 B5，那么白方怎么办呢？菲罗兹亚如果不走 A6 的话，他为什么要走 C4 呢？对吧？那 A6 走完之后，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 B6兵和 A6兵非常的空，对吧？他可能也要担心，比如说这只象跑到什么地方，车 B6这边去全吃了。当然，他能不能跑是另一回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白方好像只是破象没地儿跑，双方的子力互相威胁着彼此。你说这匹马不好吧？但是他看出了关键的1-7格，对吧？但是你说好吧，它其实对于中心这一块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这只车好不好？其实挺好，但是它也动不了，对吧？菲罗兹亚走了上D7，并没有去走这步 A6，上D7走，走完他想干嘛呢？吓唬人家，他也还是吃不了人家的兵啊。因为下步象 A4的话，白方可以局 F5吃，对吧？底线还是有底线的问题。现在黑方象E8也撤不回去啊，撤回去的还是底线有问题。白方为什么不冲兵？冲啥兵啊？咋冲兵啊？不知道白方该走啥了。H3补一步，不给以后马 G4。黑方这步象 D7有点假的，没有用。F4起来了，看起来也不错，非常主动的一步棋啊。F4，EF 吃掉就 EF 吃过来，还是准备 F4冲。黑方还是吃不了，黑方可估计还得推象。但不论怎么讲，我觉得 F4是好棋，说实话。菲罗兹亚这个局面太危险了，没时间了。EF 吃了，为什么选择GF 吃是什么意思啊？GF 吃啊？马 G4，车 D6，这不拉穿了吗？这一下，完了，菲罗兹亚又崩溃了，好像。这下是真不行了，没看到车 D6，我估计菲罗兹亚在上的是车 F7，然后可能像 A4可以吃吧，但是被车 D6一控碎了已经。然后走了马 E3，马 E3的话可能可以像 F7，也可以像E6，像E6怎么办呢？这不直接就交枪了吗？卡拉瓦纳现在非常的轻松。虽然说卡拉瓦纳非常的，菲罗兹亚是在笑啊，你说的没错，他笑得很无奈。
科罗纳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局面，但是运气很好，然后菲勒加走出了致命的坏棋，然后导致了整盘棋的失败，那也就从而输掉了这盘比赛其实是。那么今天卡尔森跟科罗纳又是齐头并进啊。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如果加上这个分的话，这俩人啊不是齐头并进 ，sorry， 卡罗纳赢了的话是加3分，然后卡尔森赢的话是11分，好厉害。菲勒兹亚还在想，这有什么可想，认了吧，小伙子，认了。OK， 好吧，那随着认输的话，那今天的比赛呢也就到这里去结束了。然后卡罗纳呢取得了胜利，然后卡尔森也取得了胜利，最终的比分应该是2个22个这个卡尔森那边是2.5比1.5，然后卡罗纳这边好像3比1吧，好像是。OK， 那么我们明天见吧，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